跑入10秒半嘅運動員呢，就喺呢一度嘅較量啦。包括嚟自屈臣氏田徑會嘅陳一樂啦，亦都有陳廷芳、梁正恒同埋郭俊廷呢係同場較勁。咁第8線嘅方俊傑，雖然佢主項係400米跨欄啦，咁但係呢都能夠跑入到呢一場嘅100米決賽第2組。咁佢初賽嘅時間呢跑出11秒16。咁咧，陳一樂咧喺初賽咧就跑出咗一個10秒66嘅時間。咁啊，睇下佢會唔會喺決賽嘅呢一場呢，就嘗試衝擊吳君浩喺上年做出10秒48嘅大會紀錄啦。見到法令組嘅工作人員呢，都再一次核對上線嘅運動員係咪正確啦。始終100米嘅決賽呢，大家都唔敢鬆懈。第一線愉園會嘅吳文謙。後來見到8位健兒呢都全神貫注啦。男子 U20 100米決賽，好啦，順利起步。我哋望一望第4線陳一樂同郭俊廷呢係話叮當碼頭啦。郭俊廷似乎係稍稍領先啦。第6線嘅郭俊廷跑出10秒53，成功超越咗陳一樂。